Hello， 大家好啊，歡迎嚟到正流理財手冊。今日咧就講香港城中好熱門嘅3416。我冇準備講稿嘅，所以可能會講得長咗啲，有啲臃腫嘅字。但係如果有興趣聽嘅，就花少少時間聽落去啦。首先要俾個免責聲明啊，本節目咧純粹學術交流、意見分享，就並不構成任何嘅投資建議邀約嘅。喺你作出任何投資決定之前咧，記得諮詢專業人員嘅意見。而節目嘅內容咧可能會錯啦，所以觀眾如果聽完之後咧，你記得要自己 verify 一下究竟個數據或者嗰樣嘢係咪事實。千祈唔好就咁聽完一條 YouTube 片咧，就係聽呢啲 YouTuber 講完之後就走去行動啊！千祈唔可以啊！好，講翻3416啦，咁香港而家多咗一隻新嘅 Covered Call ETF 啦，2802咧就係南方東英出嘅一隻恒生國企指數嘅 Covered Call ETF 啦，咁佢同3416一樣咧，都係每個月都會派息嘅。但係咧南方東英因為上市唔係太耐嘅，就未能夠睇得穿佢嗰個策略係比較固定啦，還定是基金經理真係基於佢嘅專業判斷作出一個即係主動式咁樣選擇Covered Call 係賣啲咩價位期權。所以咧我就主要講3416嘅。咁3416如果你係本身唔知咩叫 Covered Call ETF 咧，咁我呢度就好簡單咁講一講，因為 YouTube 上有太多相關嘅資訊啦。咁如果你明你知嘅話，可以 skip 咗去 skip 過2-3分鐘咁樣啦。咁Covered Call ETF 咧就係講緊，首先你要買咗一個 underlying 嘅資產以3416為例啦，咁就係恒生國企指數啦，咁佢就會買咗國企指數成分股一籃子，就盡可能跟翻國企指數嗰個佔比咁樣買嘅。咁之後佢就會沽出一份，即係基於嗰個基金個 size， 就沽出呢個逆項漲期權，即係賣出一個 call option， 咁就變咗咧3416咧就會，首先佢資產就係跟國企指數啦，但係咧佢個股價就唔會跟國企指數咁樣升嘅，因為佢有一個賣出嘅 call option 咧，佢已經將佢大部分可以潛在嘅升幅咧已經賣咗俾個 call option 啦，而換取咗一個確定嘅期權金收入咁樣。而3416咧就基本上會將收到嘅期權金嘅大部分咧，因為你如果睇翻佢嗰個記錄咧，佢通常期權金其實攞到每個月大概1.7%至到2.幾% of 嗰個資產淨值嘅金額嘅，咁佢就派翻1.4%俾你啦，即係大概1.4% 啦，咁就多咗出嚟，即係剩咗嗰啲咧就加咗落去個 NAV 度，咁所以股價有少少上升，每個月咧都可能有少少上升。當然係講緊國企指數唔會特別點跌嘅情況之下啦，咁然之後就派咗個期權金俾你做呢個股息咁樣嘅。咁賣期做 Covered Call 嘅好處就係咧，你賣走咗一個上行空間，然後換取一個確定咗嘅收入，而呢個收入咧係某程度上可以幫補到你，如果嗰個指數下跌，即係小幅度下跌咧，咁你就會即係填補咗個下跌啦，所以你好似冇蝕到錢咁。咁但係如果嗰個下跌嘅幅度，例如上個月佢賣嘅期權金咧就賣到170點，即係佢賣9000點嗰個 call option 啊嘛，咁佢賣到170蚊啦。咁所以理論上咧，你跌喺9000點下跌170點之內咧，你係最後冇蝕到錢嘅，即係你計埋你收嘅息咧，你冇蝕到錢。但係如果你上升超過170點咧，再向上嘅上升空間咧就同你完全冇關啦。咁Covered Call 就咁樣啦，而Global X 咧，其實無論佢係美國上，因為我一開始咧就係買美國嗰啲 Covered Call ETF 嘅，咁但係買美國 Covered Call ETF 咧個稅務個問題咧就要好小心啦。有啲 Covered Call ETF 咧就會用一個 Ordinary Income 嘅方法派息俾你，即係講緊佢最後年度報稅嘅時候報啲乜。咁佢用 Ordinary Income 派俾你咧，你就要香港市民咧就要收30% 股息稅，全部冇得退噶啦嚇。咁但係而家有啲新發行嗰啲咧，即係例如 Neo 嗰啲啊，或者係Round Hill 嗰啲咧，咁佢喺報稅嗰度咧就會以 Return of Capital， 呢個唔係佢真係將嗰個資本歸還俾你，只係佢喺派息嘅時候將呢啲錢分類成啲乜嘢嘢，去以 Return of Capital 呢個 category 派俾你。咁
就會導致到咧，我哋作為香港市民買咧，你係可以即係理論上你唔使扣30% 股息稅嘅，所以你會喺下年年頭報稅嘅時候咧，就會退翻俾你，大概通常係2月度啦。咁當然仲要睇下你間券商係唔係做到幫你自動退稅啦。如果唔係就好麻煩噶啦，即係你去自己揾美國稅局搞噶啦。咁嗱呢度扯開咗啦。咁重點就係咧，當如果你係一個會買 Covered Call ETF 嘅投資者，你亦都研究過美股上面嘅一啲 Covered Call ETF 咧，你就會知道其實個基金經理嘅策略咧係可以有好大嘅分別嘅。而 Global X 咧就係一個非常之 consistent， 佢長期都係以同一個策略嚟到做 Covered Call 嘅。佢無論係美股嘅 QYLD、XYLD 都係一樣噶啦。咁其實佢呢個 consistency 咧係可以令到投資者好容易就可以基於佢嘅 Covered Call ETF 作出一個自己相應嘅部署，即係其實對投資者好嘅咁樣。咁佢哋嘅策略係點咧？就係每次轉倉，即係嗱，舉例啦嗱，嚟緊1月29號咧，咁3416咧就會過期啦，張期權。咁如果當時佢會喺嗰日4點鐘收市，然之後咧期權市場留意翻，星期五期權市場4點至到4點半咧，其實繼續開市嘅。佢哋係會喺4點鐘之後轉倉嘅。你望住個期權交易，你就見到噶啦。全日數埋都冇10張嘅交易咧，4點後突然之間有幾千張交易咁樣，你就知道係邊一個人做緊嘢啦。咁佢會揀咩價位咧？就係揀當日收市價，即係當日嘅國企指數收市價嗰個點數啦。然之後向上褪一格，即係講緊，因為期權嗰啲 strike price 咧唔會係一點一點咁樣嘅，每次咧期權就100點，即係唔係9000點咧就9001點，唔係9100點咧就9002點噶啦。咁所以咧，如果你收市收喺9000點以下，又喺8900點以上咧，咁佢就會沽9000點。如果你收喺9001點咧，佢都會沽9100點，就係咁樣嘅啫。咁你會睇翻咧，如果你即係雖然呢啲歷史可能好難揾得翻啦，但係如果你有留意咧，佢每次都係咁樣做嘅嚇。咁所以佢呢個 consistency 咧就令到理論上啊，佢嘅期權金咧，佢係選擇咗盡可能最大。咁當然啦，佢沽in the money 嘅即係入價啲嘅期權。咁就可以攞更加多少少嘅期權金啦，但係 given that 你要嗰個國企指數嗰個月要有少少輕微跌幅，你先至會係最理想嘅價位嚟噶嘛。咁但係即係以指數嚟計啦，即係香港對上幾年就算啦。咁但係長期嚟講，股市應該係會上升噶嘛，即係以指數嚟計。咁所以咧，如果佢估 in the money 咧係好唔合理嘅。佢估 at the money 加價咧，其實佢係目的係以攞最大期權金，即係當然背後個 assumption 就係國企指數嘅波幅唔會太大嚇，最好就係成個月都冇升冇跌添啦咁樣，咁佢就可以攞到最大嘅期權金嚇。咁而有一啲美國啊，有啲比較主動啲嘅Covered Call ETF 啦，甚至係好似嚟 Neo 嗰啲啦 ，QQQI 啊 ，SPYI 咧，咁佢哋除咗會沽出認購期權，即係沽short call 之外咧，佢仲會喺適當時候佢自己聲稱，而佢實際真係有做過嘅。佢會喺適當時候，即係基於基金經理對後市嘅觀望咧，佢會買翻啲 call option， 甚至會買突咗，用 long call 嚟到增加嗰個股價嗰個上升空間嘅。咁但係呢啲咧係美國嘅 Covered Call ETF 啦，我哋 Global X 從來都唔會咁做嘅。咁當然啦，我而家咁講咧，係基於 Global X 一向嘅做法，但係你睇翻佢嗰個基金說明咧，佢係可以唔止沽月度期權嘅星期，即係再緊密啲，即係每個星期嘅期權又得啦，可以沽 in the money 咧 ，at the money 啊 ，out of the money 都可以嘅，即係佢自己嘅講咗噶啦，佢係可以咁做，只係佢普遍同埋佢實際真係點做咧，就 at the money 加格嘅啫。嗱，咁唔擔保佢之後會一直係咁做噶，咁但係佢以往嘅經驗就一直都係咁做啦。咁所以有啲咩你有啲咩持貨嘅策略係可以即係用到佢呢一種賣 Covered Call 嘅方法咧，就係好簡單嘅啫。嗱，你喺其他 channel 都應該有講噶啦，做咗 Covered Call 咧，股價跌咗，即係嚟國企指數跌咗，
你係有機會永遠都升唔翻之前個位嘅，即係就算嗰個指數升翻上去，你隻 cover call ETF 都有機會永遠升唔翻出去。咁但係點解大家都講有機會，但係唔 exactly 講幾時呢？就係因為如果你可以諗下，如果你做一張期權 cover call， 然之後喺張 cover call 未過期之前，即係你啱啱做完啦，佢就跌咗落去咯，一個禮拜跌咗10% 先啦。咁但係你張 cover call 係未到期噶嘛？咁如果喺到期之前你升得翻上去，你所有升幅你都可以攞得翻嘅，因為你張期權未過期，咁你個 strike price 好高嘅嚇。咁但係呢，舉例啊，而家去做嘅 cover call 係9000點，然後你不幸地跌咗落去8500點，跌咗500點咁多啦，8500點，然後期權到期咯，到期 Global X 會做啲咩啊？就會沽出 at the money 價格，即係如果而家係8500幾點呢，佢就會沽8600點嘅 cover call 啦。咁一沽咗呢個8600點 cover call 呢，之後嘅所有升幅，就算升翻上9000點都好啦，再升突都好啦，全部都唔關你事，你只能夠賺到8600點嘅升幅嘅啫。咁所以呢，對於 Global X 呢種咁 consistent 嘅做法呢，你係可以唔好，因為我係可以啦，因為我係分享緊我個人嘅投資方向嘅啫嘛嚇。咁我係可以呢，跌咗，即係個大市跌咗，然之後佢期權到期要轉倉，跟住假如我認為後市係會升得翻，甚至已經係反彈中途啦，但係只係咁啱期權到期嘅啫。咁你最適合，即係我最適當嘅做法就係賣出呢隻3416，換翻國企指數嘅普通 ETF， 就食翻個升幅嚇。咁樣你就可以咧避免咗呢個跌咗升唔翻嘅現象。咁但係咧，如果本身個期權係未到期咧，你完全唔使做呢樣嘢嘅，因為咧佢繼續跌咧，你可以享受有 cover call 保護住潛在跌幅會較細呢樣嘢啦，然後去升翻上去個 strike price 之前嘅所有升幅咧，只要未過期，你都可以享受翻嘅。咁呢一個時機咧，所以就好重要啦。所以你會睇到上年咧，上年4月。咁有呢個關稅宣布關稅嘅時候，全球都跌咗噶嘛，跟住成個全球股市咧好快就升翻上去。你見到3416咧，成個4月咧跌完係升得翻嘅，因為佢將期權未過期。但係如果唔好彩佢跌落去嗰刻，期權就過期，佢就轉倉咧，你就永遠都升唔翻噶啦。嗱，呢樣嘢咧係 cover call 嘅特色嚟嘅，而 Global X 咧，由於佢係比較機械式嘅，佢喺期權未過期之前咧，佢係唔會開新期權。嗱，有啲 cover call ETF 咧，雖然每張期權係1個月，但係佢會每2個星期開一套，每個2個星期開一套咁樣樣，咁就咗唔會有一個好 clear cut 嘅轉倉日子嚇，就咁。但係 Global X 唔係咁啊嘛，所以而佢亦都好好咁好 consistent 咁做啦，咁所以你就可以善用佢呢個策略，我可以善用佢呢個策略啦。基於如果跌咗好大啦，好大嘅幅度啦，認為短時間內應該有反彈，你唔想俾個 cover call 控制住，即係限制咗嗰個反彈嘅升幅，因為限制咗呢，你就會變咗每個月攞期權金，定知攞幾多個月先填翻條數嘅。咁所以你就需要，即係我就需要啊，會成日都講錯，我就需要轉翻做普通嘅指數 ETF。如果你係非常進取嘅話呢，甚至可以轉做有槓桿嘅指數 ETF， 嘗試追翻之前蝕嗰啲。好啦，嗱，咁再追翻之後呢，你就要喺適當嘅時候轉翻過去3416，因為其實你買得3416，你本身都係想好保守嘅啫嘛，即係你都係想收下息嘅啫，你都唔想冒太多風險啦，想冒風險就唔使買佢啦，係咪？想冒風險就買啲2倍嗰啲即係有槓桿嘅 ETF 添啦，係咪先？咁嗱，跟住講翻啦，點解無啦啦錄呢條片呢？就因為呢多咗個競爭對手啊，競爭對手2802呢，佢嘅轉倉日子係一樣嘅。咁嗱，留意翻平時呢，香港期權市場呢，好少成交，即係指數期權呢，成交唔係好多嘅啫。咁但係逢親3416轉倉4點後轉倉呢，個成交都好犀利嘅，去到過萬張。但係過萬張呢，佢係有對手嘅。
咁我曾經email 問過 Global X 啦，即係因為以前咧一開講翻咧3416咧佢上市冇耐啦，大概2-3個月後咧我已經開始入噶啦，長期揸咗1年幾噶啦，收到好多息嘅，即係我都係一個346嘅長期嘅投資者嚟嘅。咁就我 email 問過佢，如果你個 fund size 再大啲，你會唔會有一個即係流動性風險，或者你個交易對手唔夠嘅問題啊咁樣？咁佢就 email 覆咗我嘅，就話佢哋唔使太擔心嘅呢樣嘢，因為佢哋會預先約好咗一啲即係一啲流動性供應商啦，就見佢即係啲專係做 option trading 嗰啲。唔知點稱呼嗰啲嘢啦，係即係總之佢就會預先傾好咗，到時去轉倉，即係一邊就出貨，一邊就買，一邊賣貨，一邊買貨咁樣。咁所以你見佢轉倉嘅時候咧，嗰個期權金其實都唔係話跌得太多，即係應該係公允值例如170點咁樣樣，170蚊咁啦。咁佢轉倉嘅時候都平均大概170蚊就轉到噶啦。咁但係咧多咗個競爭對手，佢係。而家就咁睇啊，佢好似係同3416同一個期權合約嘅，會用同一個日子啦。暫時嚟講個 strike price 都一樣啦。咁就算佢轉倉嘅時候選擇唔同嘅價格都好，但係應該唔會，因為你見到咧2802咧佢個股價相對低，但係都一樣派翻0.14俾你嘛。咁所以其實佢係將大部分期權金都派晒俾你，甚至如果再派多啲就變咗派埋個本俾你噶啦。咁佢要維持住一個咁高嘅利率咧，佢應該係要將個期權金收入最大化。咁 at the money 已經係最大嘅啦，再大咧係一個唔 make sense 嘅一種投資方式嚟嘅，即係唔 make sense 嘅賣期權方式嚟嘅。咁所以其實佢好可能咧都會同3416即係轉倉嘅時候會轉埋同一個點數。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就會出現一個即係交易對手嘅嗰個混亂嘅情況。咁嚟緊星期五嚟緊星期4月29號，咁就係佢哋第一次，都唔知係咪第一次咧，即係就會出現呢個轉倉嗰個困難嘅情況。咁可以大家一齊望住咯，即係基於頭先我講嗰個佢哋會選擇嘅轉倉嘅點數啦，跟住再一齊睇下4點後佢哋轉倉有幾混亂。咁我就純粹分享下咁樣嘅啫。嗱，我就冇預先寫稿啊，所以呢段嘢可能有啲長同埋有啲臃腫。咁如果大家中意呢一種咁樣嘅說話式嘅 podcast， 歡迎留言話即係支持下咁樣啦。咁就多謝大家收聽啦，下次再見。